另外，动物嘛爱做伙来提倡防疫。台北市立动物园园长金树谦这个月底要退休，动物园决定要让动物来参选下一届园长。像讲选举这看板拢伫咧敬五人，选到即马上较重要的防疫话题，像讲无尾熊一工休困18点钟，家己隔离一个伤过超过。另外，佫有真有个性的呼望，讲袂当有大型的活动，甲单已经超过26000个马将，伫咧回这件代志。 动物面青趁着天气好，拢总出来晒日头做运动，准备要竞选后一届动物园的园长。我就想选狐獴，为什么？因为第一个先看到的是狐獴，好给无尾熊。为什么？因为无尾熊很可爱。云豹。喜欢，因为很帅。无尾熊、乌明、石虎表情拢足古锥的，大人囡仔是足介意的。因为台北市动物园的园长金树谦提早退休，所以动物园决定要让动物来竞选动物园长，照着安尼来宣传。伫咧面册发表真笑亏防疫的证件，参详是无尾熊一工困18点钟，自我隔离过头啊。4号的选手鸟系园长配着分白的车来游园，阁有水滴要来乌风泉，每一工拢想要浸温泉，成就万名的马将来起战，7000多名的网友来投票。尤其今天是3·8妇女节嘛，里面有非常多女性的伙伴哦，大家其实超有创意，怎么样把那些对动物的了解的资讯能够融入这个选园长的防疫梗。选动物园的园长竞争是足烈的，就连海巡署、卫福部这的面册小编嘛来对事件的话题。记者综合报道。